菜喺度。咁啊，正話睇咗我哋呢個馬來西亞嘅土產嚟嘅，係馬來西亞首創24節靈鼓。我同都好多第二啲國家嘅打鼓嗰手咧，都有合作過。不過我睇佢哋真係好 professional， 好齊，好齊，落足力。今日只不過係一個 preview， 喺嚟緊嘅呢一個4月25號，咁阿叻嗰場演唱會咧，佢哋係將會同你一齊係嚟一個徵集嘅演出嘅。肯定我男兒當自強嗰陣時，一定要揾佢哋，係咪？犀利啦！男兒當自強，咁啊通常我哋都喺聽你嘅唱片啦，又或者甚至乎透過呢個 DVD 睇你嘅演唱會。咁其實咧，阿叻，你介唔介意咧？我即係有少少嘅要求咧，你可唔可以清唱一段男兒當自強？咁啊你咧就經常都嚟馬來西亞開演唱會啦，但係今次咧，咁你希望馬來西亞嘅呢一個 fans 俾翻一啲點嘅 feedback 咧喺嗰晚？哇！我諗好多次嚟到呢度做演唱會咧，都唔使有乜，唔會好似你咁樣咁多要求嘅。係，我一上到嗰度唱歌咧，佢哋就會識做㗎啦。因為我冇機會開演唱會啦，所以扮下歌手喺台上。再一次呼籲大家，4月20號晚上8點，雲頂雲星劇場林子祥交響樂生命之歌大馬演唱會，阿靚約定你，再見，拜拜。喺金河廣場嘅朋友大家好，歡迎大家出席 Forever 草蜢大馬演唱會嘅造勢活動。咁當然我哋嘅呢一個最主要嘅呢一個主辦單位咧就係嚟自星尼娛樂 Star Planet 嘅，咁我哋嘅呢一個指定宣傳電台咧就係 My FM 啊！大家係咪等咗好耐咧？小朋友見到草蜢要點樣稱呼佢啊？叔叔啊，咁大膽啊！蔡一智話叫哥哥好啦，叫叔叔真係落機到今日都一樣 keep 到咁 fit， 依然都着得咁正，哇！真係非常之忙碌㗎啦，又上電視啦，又上電台啦，又接受媒體嘅訪問啦。今日嚟到現場咧，最主要咧係要話俾大家知，喺6月14號晚一定要去到雲頂雲星劇場去支持呢一場演唱會嘅 Forever 草蜢大馬演唱會，會唔會將香港嘅嗰種原汁原味搬過嚟雲頂雲星劇場啊？除咗將紅磡體育館嘅所有嘢搬晒過去之後，嚟到呢個街再要加嘢㗎啦，加多啲嘢俾大家睇㗎啦。哇，正啦！我個人咧就希望可以睇到香港 Forever 草蜢演唱會入邊，怎麼天生不思女人同埋再見 Rainy Days 入邊嗰種咁嘅嘢啊，正啊！哇，字好短喎 ，Raymond Tan 咁啊 IC number 咧就係